各位姐妹們，同你講一講我用咗呢一款煙先丹美白祛斑霜個感受啊！想唔想聽？想聽嘅話呢，就聽我講晒吓。依家係凌晨晚上12點半噶啦，啱啱沖涼，沖咗涼出嚟，每晚必用呢一款祛斑霜嘅。依家係燈光下真實個皮膚，嗱，你睇下，我係有黃褐斑困擾咗10幾年噶啦，就用咗呢款祛斑霜，慢慢淡化，真係慢慢淡化咗啦啊！依家係燈光下，你睇下，用咗3個幾月，慢慢就淡啦。佢係越用越有效果，用每一瓶個效果都唔一樣噶。嗱，燈光下個皮膚係咪睇到白裏透紅係咪？你睇下，真實噶，你睇下，啲頭髮都睇得清清楚楚。嗱，個手對比你睇下係咪？個手又幾黃，皺巴巴嘅呢個面，佢係大白裏透紅反光嗰種感覺。我就係早晚用佢噶啊。只要你皮膚係好蠟黃、暗黃又黑，生各種斑斑點點嘅姊妹，你就跟我一齊用呢款祛斑霜啊！用多2瓶就越用越有效果噶啦。你冇話，買一瓶用個10日8日咁試下個心態呢，佢係冇咁快出效果噶，因為佢係護膚品嚟噶，係越用先越有效果噶。佢係一個真空包裝，嗱，唔使開蓋噶，就咁樣一撳就出嚟噶啦，你睇到嘛？就咁樣一撳就出嚟噶啦。早晚用，晚黑用洗面奶洗面清潔毛孔，用咗屋企嗰啲水乳再咁樣再撳出嚟，魔君人，成塊面魔君人，摸上去滑溜溜嘅，一啲都唔油膩嘅吓，好滑啊！皮膚蠟黃嘅又黑嘅，生各種斑斑點點嘅姊妹們，就跟我一齊打卡，堅持用一段時間，就好似我咁噶啦，就睇見咩斑慢慢就淡化，睇見就皮膚白咗好多噶啦。佢係有斑幫你淡斑，冇斑就幫你美白噶啦，屬於一款護膚品嚟噶。佢係持蒸上降噶，嗱。見到嘛？有呢個蓋章嘅，有國家醫藥品監督共持蒸上降嘅，可以做到真實美白淡斑嘅。而家300年神節活動任貴，69蚊9到手一瓶祛斑霜送洗面奶面膜啊！